一礼拜四，行政院会处理明年度的中央总预算，其中是会编194亿来予公教的退抚基金。不过，今日全国教师工会就去行政院门口抗议，理事长侯俊良阁宣布讲，伊要唔接抗议，因为因认为讲这退抚基金的预算有问题，拨无够金额。我绝食！我绝食！我抗议！我抗议！在这么热的天气，坐在行政院头前，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宣布实施抗议，为就是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特别伫最近定限，关系公教人员权益的公教退抚基金报补，编列新台票194亿，全教总要求行政应该依照10年精算报补退抚基金。我们如果用10年拨补，公教人员、公务人员应该是每年194亿，那教育人员是123亿，分10年，每一年就是317亿，那10年总共就是付出3170亿。全教总指出，分10年半补的数字，要比分10年半补的数字加出720亿，所以选择10年来完成半补，这是对政府财务支出上有利的方案。行政院是回应，甲113年度所编列100亿比起来，公教各50亿，114年度已经有明显的增加。在114年度在拨补这个退抚基金的部分呢，已经编列了194亿，跟在113就是今年度来讲的话，也都有比较大幅的增加。院里面应该都是相当重视这件事情。114年度共120亿到74亿，总编列194亿。全教总这2年来呼吁行政院唔通轻视民气，都惊公教人员各拄到支出年改。伫行政院无重视民气进程，理事长侯俊良会继续用绝食表达沉重的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